这曲子好熟悉。殿下，佛莲圣女已经入了皇城，只是眼下没人知道她的落脚处。知道了，别让人打扰我。是。你这个骗子！你终于来找我了，你都好吗？把我的东西还给我！你们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？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？反正你也没实话。我看你今天在这儿，应该也没安什么好心眼吧？我没告诉你，我是天泉的太子。你是太子？你的幕僚。我是袁昭旭。你是太子的幕僚？嗯。肯定是在骗人吧？不然你要是真的，你带我去见太子啊？为何？我这次来天泉皇城，一路上世人便说，天泉的无极太子智慧过人，聪明绝顶，天下无双。世上哪会有这样的人？有。之前我在太原做的事，就是奉了太子的命。可见太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在天泉千万别讲太子坏话，会倒霉的。好了，你别生我气了。我向你赔个罪，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要不你带我去皇宫吧？去那儿干嘛？这可不能告诉你。那你先乖乖听我的。打什么鬼主意呢？看到我感觉怎么样？要不是打不过你，我早就动手了。那好，这次啊，我绝不还手。骗子！你这个人啊，没一句实话，再也不相信你了。嗯。你
为什么带我来这儿啊？肯定是因为这个青楼，你是常客吧？你吃醋了？想得美！我喝了好几杯了。我不也在喝吗？喏。你为什么偷我的五色石啊？还不是为了让你来找我。你这个大骗子！我不跟你说，你这个大骗子！哎，哎！你这个骗子！好了。